扶康會係本港註冊嘅非牟利機構，共有超過40所服務單位，服務超過3000名智障人士同精神康復者。扶康會提供全面同創新性嘅服務，先後為智障人士創辦臨時住宿服務、家居訓練服務、熱線服務、護理院舍、日間訓練中心延展照顧服務以及扶康家庭等。70年代香港缺乏康復服務，就喺呢個時候，來自意大利嘅達比納神父同埋一班義工發覺智障人士生活困難，極需援助，於是組織不同嘅活動俾佢哋。1977年，達比納神父不幸離世，一班義工就繼承佢嘅遺志，成立扶康會，積極發展唔同類型嘅服務俾智障同埋殘疾人士，俾佢哋發展潛能，融入社會，成為社會嘅一份子。要融入社會，首先要學識點樣喺社區生活。扶康會各日間訓練中心及院舍，按服務使用者嘅個別需要，利用社區設施教導服務使用者，提供多元化嘅生活經驗互動訓練，擴闊智障人士嘅生活經驗，幫助佢哋同身邊嘅人同事產生聯繫，創造豐盛人生。扶康會除咗提供服務俾中心或院舍嘅服務俾使用者，更提供不同形式嘅社區支援服務，俾生活喺社區嘅智障人士同佢哋嘅家人得到援助同埋支援。我個女叫子珊，佢喺學畢咗業咧，跟住去咗扶康會參加家居訓練已經1年半啦。佢喺嗰度中心啲姑娘咧教佢之下咧，就學咗好多嘢啦，同埋長大咗，同埋咧仲有好肯幫人啦，同埋關心人哋啦，仲有佢自信咗，同埋仲有參加童關，同埋啲導師又教佢做打字啦，同埋電腦啦。我多咗好多人支持我同關心我啦，仲有教我個女啦，同埋中心啲姑娘都同我講嘢，都有商有量，教下子珊咁咯。另外，扶康會亦成立扶康家庭，為智障人士提供一個真正嘅家，並且透過同社區人士接觸，俾佢哋融入社區。扶康會更積極參與同舉辦各類社區活動，實踐傷健共融嘅精神。我哋曾經舉辦過香港最佳老友電能烹飪比賽、時裝表演、慈善音樂會等活動。透過呢啲活動，俾社區人士認識到智障人士嘅才能，亦都有機會同智障人士一齊合作，達到傷健共融嘅目的。扶康會其中一項好有意義嘅傷健共融活動，就係2004年開始嘅最佳老友運動。呢項運動係一項起源於美國嘅國際性運動，目的係俾智障人士同非智障人士建立1對1嘅友誼。佢哋透過一齊相處同參加活動，逐漸建立友誼，成為老友。呢個活動有唔少大專院校同中學參加，仲有好多社區組織支持，佢哋都覺得呢個活動好有意義。你好，我係寶覺中學輔導助理朱姑娘。咁我哋同扶康會合作都有達到第2年㗎啦。咁至於點解我哋合作一齊進行呢個 Best Buddies 呢個計劃呢？咁就首先佢就因為佢呢個國際性嘅計劃嚟啦，咁學生可以去美國咁樣交流，互相咁樣觀摩。咁喺呢個計劃裏面呢，其實我哋不斷咧咁樣睇到學生喺度成長嘅。咁好似上年啦，咁啲學生其實係初都唔識點樣做，需要老師去即係做一半咁樣去帶領佢哋去活動咁樣嘅。咁但係今年咧，佢哋個進步得好快，即係可以見到佢哋由計劃啊、統籌啊，至到帶領嘅活動咧，佢哋都即係可以發揮得好盡致啦。佢哋嘅潛能又提升咗啦，自信心亦都提高咗好多嘅。好似阿何話佢初咧就唔敢講嘢咁樣，但係到而家咧就甚至可以籌劃啊、帶領嘅活動。咁呢一樣嘢義務嘅工作咧，我希望帶俾同學咧係一個個人嘅成長之餘，亦都服務社會，培養佢哋關心各界人士嘅愛心咁樣咯。除咗學校同社區人士支持傷健共融呢個理念外，商界都一樣支持，甚至以身作則，聘請扶康會嘅智障人士同精神康復者喺佢哋嘅公司工作。喺公開就業之前，扶康會先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職業技能、社交技巧等訓練。扶康會設有工場，綜合職業康復同就業服務，更喺2003年成立咗社會企業康融服務有限公司，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合適嘅訓練同工作機會，促
促進佢哋公開就業。經過訓練之後，智障人士嘅工作表現好出色，僱主好欣賞佢哋。你好，因為咧我哋呢行咧嗰個流動量咧係較為大啲嘅。一啲送外賣嘅職位啊，同埋派單張嘅職位咧就會仲更加難請人，所以咧就有呢個意念咧想請啲殘疾人士幫手啦。佢哋優點咧就係服從性咧好高，你叫佢做咩咧佢都會好開心好樂意咁去接受，無論係幾辛苦嘅工咧佢都會話好啊咁。同埋咧佢哋就永遠唔會咧就搞小圈子咯。其實咧如果咧間公司咧有適合嘅職位咧安排俾殘疾人士嘅話咧，佢哋係會咧做得好好嘅。如果個職位適合佢嘅話咧，佢哋真係會做得好，會發揮得好好嘅，比我哋一般人咧可以講會更加好。精神康復者亦都係扶康會嘅服務對象之一。扶康會為佢哋提供中途宿舍服務，以及不同形式嘅社區支援服務，等佢哋能夠重新融入社會。中途宿舍更成立咗一樂團同互助社2個組織，鼓勵精神康復者透過音樂或義工服務參與社區。呢個信念更加得到唔少團體嘅支持，甚至身體力行同精神康復者一齊做義工，實踐傷健共融嘅精神。係咁我叫阿雄，咁樣我就係地鐵社會服務團嘅。咁今日咧就跟扶康會一齊嚟到探下啲公公婆婆啦，咁樣同埋幫佢哋做下清潔嘅。做完義工嘅感覺咧，咁幫到人都幾開心，咁幾有意義咁咯。喺2006年，扶康會開設咗自閉症人士發展及支援中心，為自閉症人士提供溝通、認知等訓練，以及不同社交活動，協助佢哋融入社會。喺未來，扶康會將會繼續提供多元化嘅服務俾殘疾人士，等佢哋發展潛能，成為社會嘅一份子，建造一個和諧共融嘅社會。呢個理想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嘅支持。你可以成為扶康會嘅義工，身體力行咁支持同關心殘疾人士，又或者捐款支持扶康會發展各樣適切服務俾殘疾人士。如果你想捐款或者做義工，又或者想了解扶康會多啲，歡迎致電27450424或瀏覽扶康會網頁 www.fuhan.org。